好啦，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这个天气热，食物较歹保存，嘛来增加着食物中毒的风险。去年就有6944个人，也就是哇7000人，因为这个食食中毒，创下着23年来的新高，其中有超过一半发生伫5月到9月。去年是发生2件食物中毒死亡的案例，有人甲盘古姜子当作是水鸡食落肚，不幸来死亡。 厝内底若是有酒钱，人讲会加钱，但是厝内底若是藏酒钱，哎哟，迄就危险啊！去年花莲有一家伙仔6个人，因就是甲这种酒钱当作是水鸡食落去，全家拢中毒，而且有一个人不幸死亡。 它这种毒素特别在某一些地方，像皮肤、还有唾液腺、还有内脏器官，就是那个浓度最高。蟾蜍中毒的话，它诱发一种很要命的心律不整。去年还有人因为食到一蕊一蕊白白野生的香菇中毒过身去，这嘛是台湾经过8年了啊，佮出现食物中毒死亡的案例。去年食物中毒有6944人，是23年来新高纪录。 比前一年佮增加超过5成，这是历史上第2高。超过4000人拢是伫学校中毒的，大部分拢是因为大型的做营养午餐的出现问题，尤其是5月到9月，天气一热，食物件内底就较有可能有细菌的成长，亲像葡萄球菌，啊，佮有仙人掌菌。其实，在我们医学上，我们有个温度带，我们叫危险温度，像介7到60度之间。其实，在这种7到60度之间，不管是哪种微生物，都很 适合我们的细菌的滋长。比如我中午买了个便当，如果我很确定说我这2个小时内太忙，一定不可能吃，一定要把它放在冰箱冷藏保存。彭公公的便当，常温下2点钟以内无食了，为着健康和安全，上好就莫去食。